中國家庭的溫馨之道 The way of creating warmth in a Chinese home。 在中國，家不只是一個居住的地方，更是一種心靈的貴族。古人常說，家和萬事興。一個溫馨的家可以讓人忘卻外界的喧囂如新路。那麼，中國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呢？一、燈光與色彩。在傳統中國家庭裡，燈光很重要。不同於冰冷的白光，府多人喜歡溫暖的黃色燈光，因為它讓人感覺到寧靜與安定。牆壁與家具的色彩常以木色、米色、淡綠為主，象徵自然與平和。這樣的環境讓人一進家門就感到舒心。二、茶香與花草。中國家庭喜歡在客廳擺上一帳茶几，泡上一壺清茶，邀請親朋好友嚟坐。茶香裊裊，不僅滋潤了口舌，更讓心靈沉靜。窗邊常常會擺放一盆蘭花、吊蘭或富貴竹，花草帶來生機，象徵家庭興旺。室瓦何須大，花香不在多，幾株綠植就能讓家中充滿溫馨氣息。三、餐桌上的團圓。在中國人的觀念裡，餐桌是家的中心，一家人圍坐一起，共享三餐。無論菜肴豐盛還是簡單，一家人整整齋齋吃飯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因此，很多家庭會選擇圓形餐桌，寓意團團圓圓，家人之間沒有隔閡。四、裝飾與傳承。府多中國家庭會在客廳掛一幅字畫，或是寫着福和壽的書法作品。這些不僅是裝飾，更是文化如祝願。有些家庭船會擺放祖輩留下的器物，比如瓷瓶、木雕、老照片。這些傳承讓家不僅僅是物質的空間，更承載着情感與記憶。五、香火與祈願。在一些傳統家庭裡，大廳中央船會有供奉祖先的香案，逢年過節，全家人一起上香，祈求平安。這種儀式感讓家人心靈更加緊密，也讓家的意義超越了日常生活。六、聲音與笑語。真正的溫馨不在於豪華的裝修，而在於家中的笑聲與交流。夜晚，父母陪孩子寫作業；週末，一家人一起看電影、吃火鍋，熱鬧中帶着溫情，這就是中國家庭的味道。七、烈嶼。一個溫馨的家，不在於房子大小，也不在於擺設奢華，而在於有人等你回家，有燈為你而亮。正如中國人常說，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。真正的溫馨是愛，是團圓，是家的溫度。